暖暖包，台语上侪人安怎讲呢？哦，暖暖包哦，米烧这边的答案是烧热包。哦，是因为啊，咱本早摕嚟冷的对无？啊，你甲拍开了，啊嗨，啊放伫身躯诶，你有啥啊炸着，伊安尼弄就烧，啊这有者嘛烧，这有者嘛是烧，嘿，叫烧热包。烧肉包，换你哦。啊，上我这边叫做雾烧啊，雾烧茶啊。雾烧茶啊，嘿，因为你就是烧啊了，你就是加用手去捂，哦，用面去捂，还是放在巴肚用巴肚去捂，所以就是雾烧茶啊。我感觉茶啊较适合比暖暖包的顶悬，对，有一个茶啊，我有着雾烧嘿，因为包刚小大小笼包听起来像小笼包。哦，另外一个听起来较亲像迄古早用的放迄烧水的迄茶啊。哦，什么菇？对，迄感觉用有的，感觉从较早讲，假使讲囡仔若发烧有无？我用一个鹿啊，滴这个冷滚水，啊，甲头捂的。哦，也是讲对无爽快，啊，滴烧水甲捂的。哦，迄个鹿啊，因为若烧热是咧讲迄个温暖啊，会烧啊，迄个状况嘛吼。啊，你若讲是雾烧，就是温度有变化，原本无遐烧，互伊变较烧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暖暖包的功能嘛。哦，本来无遐烧，互伊温度升悬，所以这个雾这字是重点啦。